The Hulu original series, Furious, is coming to Hulu and Hulu on Disney Plus July 27th. There are 3 victims we know of. The suspect is female, white, late 20s. Female serial killers Kill for power, control. I believe there's a deeper motivation here. You have no idea who you're dealing with, and you are gonna end up dead.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Watch the Hulu original series, Furious, on July 27th. Streaming on Hulu and Hulu on Disney Plus for bundle subscribers. Terms apply. With the all-new Dynasty Blueprint in EA Sports College Football 27, you can build your program by earning Dynasty points to spend on NIL, staff, and more. But the fun doesn't end at graduation. With the EA Sports MVP bundle, get College Football 27, Madden NFL 27, plus Deluxe Edition rewards in both games. Make your rise with the MVP bundle, available now at EA.com. Rated E for everyone with mild lyrics, easier interact, and in-game purchases. Includes random items. Conditions and restrictions apply. See the link for more info.歡迎收聽《吹水奇緣》，我係 Wendy， 我係阿 J。遲咗個禮拜 update 真係唔好意思，我真係近期有點忙。今個星期講一個澳洲嘅 case， 因為另外嗰個 case 我睇唔切本書，但係呢個 case 都有點長嘅。OK， 盡量講少啲廢話。個 case 主要嘅資料來源就係2018年 ABC 嘅一個 documentary 叫 Exposed: The Case of Kelly Lane， 同埋呢單 case 嘅 court document。我哋個主角就係 Kelly Lane 啦，佢就係1975年3月21號喺 Fairlight 出世嘅。爸爸叫 Robert， 係一個衝浪運動員，同時係一個欖球運動員嚟嘅。喺2010年，即係呢單案審嘅時候，佢仲係一個退咗休冇耐嘅高級警察嚟嘅。佢個社區係 Fairlight 啊，係黐住一個叫 Manly 嘅地方。而媽咪 Sandra 以前係喺 Manly Hospital 嗰度做嘢嘅。喺佢哋住嗰一帶個社交圈都幾活躍嘅，兩公婆對仔女嘅要求都幾高，算係嚴厲嘅父母。Kelly 同爸爸媽媽關係非常之好嘅，爸爸係好以 Kelly 為傲。Kelly 仲有一個哥哥嘅，個社區算係嗰種人人都識大家，即係你有啲咩行差踏錯就好容易會變咗人哋茶餘飯後嘅話題。係啦，就等人哋食花生啦。咁所以大家學識咗要 keep 啲秘密，唔好有嘢就周圍同人講嘅。Kelly 細個嗰陣係走一個男仔頭嘅路線，好中意運動，特別中意打水球。佢嘅成績係唔錯嘅，都優異嘅。外表上我就覺得 Kelly 唔可以話係美若天仙，但係佢個樣都幾標緻嘅。你望到佢哋就覺得佢似係風頭躉，好多人追嗰種。佢身形上就係運動型，因為佢打水球啊嘛。之前有講過啦，佢係一個都幾男仔頭嘅女仔，所以咧佢平時係中意着啲鬆身嘅 T 恤同埋運動褲咁樣，好少化妝嘅。根據個 documentary 所講，佢係嗰啲好需要 keep 住有男朋友嘅人，即係唔可以單身嘅種女仔。OK， 本身因為佢個條件都唔錯，係 keep 住都有拍拖嘅。87年嘅時候，佢入讀咗 Mackellar Girls High School。到畢業嗰陣，有人覺得佢好有機會入到澳洲女子水球代表隊。咁啊，幾乎日日咁訓練，社交生活亦都好活躍，成日都會同朋友去飲嘢開 party。93年嘅時候，佢入讀咗 Newcastle University 讀 BA 嘅，同時加入咗 Australian University 嘅水球隊。其實我就唔係好理解佢點樣可以讀大學 A， 但係加入大學 B 嘅水球隊嘅。咁但係啲資料係咁寫啦。第二年即係94年嘅時候，佢識咗欖球運動員 Duncan Gillies， 兩個人墮入愛河。Duncan 係身形高大，外表英俊，同 Kelly 一樣都係好中意運動嘅，亦都非常之中意社交。兩個人就成日出雙入對啦。其實我唔係好明咧，咁你咪話即係佢要 keep 住有男朋友嘅，咁即係佢一分手佢就即刻墮入愛河啊？定係佢要真係無縫接軌？騎牛搵馬咁樣咧？我覺得佢係無縫接軌嘅，要佢識呢個男朋友之前，咁係應該都楞住另一個嘅。係啦，呢個唔係佢第一個男朋友嚟嘅，但係呢一個係對單案個時間線有重要意義嘅男朋友。OK， 好啊。Kelly 都10零20歲，佢仍然係同爸爸媽媽一齊住。喺外國人嚟講就比較少有啦，通常成咗年佢哋就會自己搬出去嘅。95年嘅時候 ，Duncan 同 Canterbury Bankstown 簽約，係真係有球會簽佢嘅。佢喺 Glacefield 買咗一間屋。Kelly 平時喺嗰頭訓練，
訓練完之後，佢有陣時直接去男朋友屋企過夜。第2年打算成為體育老師嘅 Kelly 報讀咗位於 Australi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佢同一年喺一間叫做 Ravenswood School for Girls 嗰度做兼職嘅水球教練。Duncan 同 Kelly 過住幾開心嘅生活嘅，兩個人平時都係好忙去訓練，到咗夜晚就會一齊出去 social 飲嘢。去到96年年底 ，Kelly 已經放棄咗學業，即係佢唔再讀書啦。本身係咪話去做 part time 水球教練嘅？咁佢直情喺嗰間學校度轉咗做 full time。咁而家佢已經變咗做一個體育老師。98年3月嘅時候，佢同 Duncan 因為 Duncan 中意咗另一個女士而分手。後來 Duncan 係同嗰個女士訂咗婚嘅。1年幾之後，即係99年7月，Duncan 收到一個嚟自 English Care Adoption Services 嘅社工 Virginia Fung 嘅信。Virginia 係透過欖球會寄咗幾張 Kelly 同埋一個 BB 嘅相，同埋一封信去 Duncan 以前嘅屋企。輾轉之下 ，Duncan 就收到封信啦。Duncan 透過 Virginia 知道 Kelly 喺上個月生咗個小朋友，想安排個小朋友俾人領養。Kelly 就同 Virginia 講 Duncan 就係個爸爸。Duncan 就覺得冇可能噶，我哋分咗手年幾噶咯，即係已經過咗嗰個大肚嗰個 window 噶咯。佢就將呢件事講翻俾未婚妻知。7月27號嗰晚 ，Kelly 去咗 Duncan 同未婚妻嘅屋企同佢哋傾。後來 Duncan 形容嗰晚嘅 Kelly 同佢平時識開嗰個 Kelly 咧係好唔同嘅。咁佢就諗唔知係咪因為未婚生 BB 呢樣嘢好掙扎，先至令到佢個人改變嘅。Duncan 話聽落可能好荒謬啦，但係佢哋傾偈嘅時候 ，Kelly 係直情係反白眼嘅。Duncan 之後先知原來佢識 Kelly 之前 ，Kelly 已經做過2次人工流產噶啦。嗰2個 BB 係佢同第一個男朋友 Aaron Tyrek 一齊嗰陣有嘅。Kelly 喺92年17歲嘅時候第一次有咗，咁佢就話咗俾 Aaron 聽，話我有咗，但係因為佢哋太後生17歲啫嘛 ，Aaron 唔想要 ，Kelly 係想要嘅。但係佢哋覺得自己冇得揀啦，因為太後生，就去落咗。落完仔翻嚟嗰陣，雖然 Kelly 冇講到啲乜嘢，但係 Aaron 知道佢係唔開心嘅。2個人係抱頭痛哭嘅。喺冇咗第一個 BB 之後，2個人應該各自都有啲心理創傷，段關係就慢慢變得差啦。Aaron 完全唔知道94年 Kelly 18歲嗰陣，佢又再一次有咗落埋個 BB。佢哋屋企人同朋友係冇人知道呢2次人工流產嘅事嘅。Kelly 當然係冇同 Duncan 提過啦。Kelly 喺人工流產之後係冇接受任何心理輔導嘅，似乎由呢一次開始，每次 Kelly 有咗佢都唔會同人講啦。去到94年嗰陣，18歲嘅 Kelly 同一個年紀比佢大嘅男人拍拖有咗，嗰陣其實佢係同緊 Duncan 一齊嘅。即係佢同時一腳踏幾船。係啦，都話佢係好需要男朋友噶。OK， 有機會 Kelly 都唔知道個 BB 爸爸係邊個，但係佢當時估計個 BB 爸爸係另一個男人嘅。呢個係 BB 3號啦。BB 3號喺95年3月19號出世，法庭文件只係叫佢做 TR 嘅啫，即係冇全名嘅。你可能會問 Duncan 有冇可能唔知佢生咗 BB 咧？即係你身形會改變噶嘛？事實係生 B 之前嘅嗰一日，即係95年3月18號 ，Kelly 仲參加咗一場水球總決賽，表現仲非常之出色。比完賽之後 ，Kelly 同隊友一齊去咗 Bridge Hotel 入邊嘅酒吧度聚會。去咗一陣間之後，大概喺夜晚9點，佢就自己一個人搭車去 Birmingham Hospital 度生仔。醫院記錄話，夜晚9點40分有一個男士陪住 Kelly 入院。跟住嗰個男士就離開咗醫院，冇翻轉頭啦。到今時今日都唔知嗰個男士係邊個嚟噶。Kelly 身邊所有人 again 親戚朋友男朋友全部都唔知佢去醫院生仔嘅，甚至係唔知佢有咗。因為 Kelly 好想瞞住生 B 呢一單嘢，所以佢將 TR 即係 BB 3號俾咗人領養。但係佢大肚嘅時候咁冇人留意到。Kelly 事後講翻話，因為佢係嗰啲健美型比較大隻骨架比較大嘅女仔，佢有咗只係橫向發展，而且佢唔會喺 Duncan 面前除衫嘅。佢平時會着啲鬆身 T 同運動褲，就成功瞞天過去咗咯。OK， 喺個領養阿 B 嘅程序入邊，佢寫咗 BB 爸爸係 Duncan， 同埋 Duncan 係同意呢一次領養嘅。Duncan 唔想再同 BB 3號 TR 有任何嘅接觸。
但係咧，其實 Duncan 係連呢個 BB 嘅存在都唔知道嘅，即係俾人借咗個名啦。係啦，咁你問係咪真係身邊所有人都冇留意到咧？又好似唔係喎。接受訪問嘅時候，有一個水球女教練 Anne Bain， 當時佢聽到啲隊員係有討論，即係你知係女仔好多啲 gossip 噶嘛，佢哋就自己喺度 gossip 話阿 Kelly 好似有咗啊，因為佢打水球就係要着泳衣噶嘛。呢位女教練見到佢成日攞條毛巾包住個身體，因為呢個女教練自己都係個媽咪嚟嘅。當佢見到 Kelly 喺泳池邊掹開條毛巾，一睇佢身形就知道佢係有咗。佢估計佢望到嗰刻佢係有咗6個月嘅。咁呢個女教練走去同嗰個隊伍嘅男教練講 Kelly 好似有咗喎。男教練話我都有聽到呢個 gossip， 我已經直接去問咗 Kelly 話佢冇，即係佢唔係懷孕嘅。咁就係咁，呢件事就不了了之咗啦。當時 Kelly 媽咪其實係水球隊嘅經理人嚟嘅，連教練都聽到嘅留言，理論上佢好難係唔知嘅。如果當時有人出聲幫下佢，有可能我哋今日就唔會講呢一單 case 噶啦。生完 TR 2日之後係 Kelly 生日，佢嗰時仲喺醫院啦，啱啱生完 Kelly 走去申請咗放假，佢離開咗醫院，出咗去慶咗個生，第二朝再翻嚟喺醫院。你話其實個女咁多日都冇翻屋企，個爹哋媽咪係咪真係唔知咧？我就覺得好奇怪，即係你個女3-4日唔翻屋企，你都唔問下噶。咁生完 B 搞完領養咁啊 Kelly 就回復翻生 B 之前嘅生活啦。喺外人睇起嚟，佢仍然係同爹哋媽咪一齊住，仍然同 Duncan 幾 sweet。事實上 Duncan 喺96年4月同咗佢哋嘅一個女性友人出咗軌，呢件事係 Kelly 都知嘅。Kelly 同佢嘅關係就變差啦。不過兩個人冇分到手嘅。根據 Duncan 所講，佢哋雖然關係變差咗，但係佢哋仍然有正常嘅性生活嘅。有一段時間 Kelly 要求佢以 spooning 即係湯匙式嘅姿勢做運動，個意思就係個男士喺後面攬住個女士嘅姿態去做運動。嗰時 Kelly 嘅體重變動係有啲大，如果 Duncan 將隻手擺喺佢個肚上面， Kelly 就會拱開佢隻手嘅，話自己因為肥咗所以有啲尷尬，就唔想佢摸佢個肚腩。除此之外，兩個人係好似冇乜嘢嘅，仲傾過結婚。Duncan 一路以為 Kelly 有食避孕藥，於是佢唔知道喺生咗 TR 9個月之後，喺95年12月 Kelly 再一次有咗。咁啲隊友再一次留意到佢係有咗，即係你着泳衣好難知嘅，同埋當你係第二次有 BB 個肚會突得快啲噶嘛。所以其實隊友係見到嘅，但係冇人問過佢啊，你發生咩事啊 ？Are you okay？ 係完全冇人問過佢噶。呢一次佢又好勁咁樣，再次陀 B 陀到生都冇人知嘅。同上次一樣，佢有咗期間係完全冇睇過醫生，一直到生嗰刻先至第一次接受治療嘅。96年9月12號，21歲嘅 Kelly 生咗 BB 女 Tegan。喺 Tegan 出世2日之後，即係9月14號，Kelly 下晝3點鐘翻到佢自己屋企。Kelly 同媽咪講：我朝頭早去咗打水球。佢就換咗一套白色嘅套裝，同 Duncan 一齊出席咗朋友嘅婚禮，之後仲去埋個婚宴，即係個 reception 度玩得好開心嘅。後來嘅聆訊問到 Duncan 嘅時候，佢就話：我明白大家點睇，我乜嘢都唔知嘅，因為聽落真係超級荒謬。之後 Kelly 代表咗澳洲出戰喺加拿大嘅世錦賽，為澳洲隊奪得一面銀牌。去到96年初，佢又再入選 New South Wales 水球代表隊。佢將啲秘密收到咁埋，最後到底點解會爆煲咧？喺 Duncan 同佢分咗手之後 ，Kelly 又同另一個男仔拍拖，跟住又有咗。咁呢個就係 BB 5號啦。哇，佢都幾生得噶喎。係啊，佢係二孕體質，同埋佢有冇真係想避孕嘅啫？我有研究嗰啲問題，似乎咧佢係有食口服避孕藥，但係佢唔係跟足指示食，即係可能佢食啲唔食啲，咁所以就唔 effective 咯。OK， 但佢應該都真係唔想要 BB 嘅。我唔知佢想唔想要 BB， 真係意外嚟嘅，意外咁多次都幾勁喎。比較笨啲 BB 好慘咯。係咯 ，BB 5號就係社工 Virginia 聯絡 Duncan 講嗰個 BB 係個男仔嚟嘅。佢有咗嘅時候，其實佢有一個比較特別嘅身體特徵啦，就係佢要懷孕咗好耐，佢先會發現嘅。個報道就係寫呢一句啦，估計佢係可能嚟 M 嚟得好唔準，
所以可能 miss 咗1-2個月佢都唔覺咯。我估係咁啦。係。咁99年年初，一位悉尼嘅醫生確認咗佢懷孕之後，Kelly 就打電話去 Queensland 嘅 Planned Parenthood， 即係類似家計會嘅東西。5日之後飛咗去 Brisbane 上墮胎，不過因為個超聲波顯示個 BB 已經最少25週，醫院就唔肯幫佢終止懷孕，佢焗住重施故技，再一次瞞住身邊嘅人，喺99年5月31號生咗 BB 5號。今次佢個代號係 AJ， 係一個男仔嚟嘅。然後交咗俾 Virginia 嗰間機構安排領養，因為 AJ 嘅生父都以為 Kelly 係有食避孕藥嘅，所以佢都唔知道自己做咗爸爸咯。Kelly 之前向社工 Virginia 講咗一連串嘅大話，包括 BB 爸爸係 Duncan，BB 爸爸同自己嘅聯絡資料佢全部都係講假㗎。佢仲話 BB 5號係佢第一個 BB。社工察覺到 Kelly 係一個大話連篇嘅人。加上 Kelly 成日甩底，啲電話對話又非常奇怪，開始擔心 Kelly 嘅精神狀態。佢話同佢傾電話嘅時候係完全 feel 唔到佢有情緒波動，覺得可能佢意識唔到安排領養嘅意思係你放棄咗 BB 係一個好大嘅決定嚟。佢懷疑 Kelly 其實唔係真係好 sure 自己係咪真係唔想要個 BB 嘅，於是聯絡咗精神科醫生幫 Kelly 做評估。個醫生咧反而覺得 Kelly 同社工描述嘅狀態係好唔同嘅。醫生覺得 Kelly 係可以用好連貫合理同埋經過深思熟慮嘅方式表達佢自己嘅想法同感受，但係解釋唔到自己點解個行為好反常嘅。不過完全冇證據顯示佢有任何精神病，亦都冇抑鬱嘅，過去亦都冇任何嘅精神病史。呢樣嘢咧係成個 case 有好多人幫佢做評估都係 consistent 嘅，即係佢冇精神病嘅。Kelly 俾社工捉到佢講大話，話 Duncan 係 AJ 生父之後，佢就再作咗一個虛構嘅生父出嚟，叫做 Aaron Williams。社工梗係聯絡唔到呢個虛構嘅爸爸啦。社工決定將 BB 5號安排去臨時寄養家庭，希望俾啲時間 Kelly 考慮清楚你係咪真係想個 BB 俾人領養，因為真係好難聯絡到 Kelly。最初簽嗰份寄養協議好快過期，又搵唔到佢簽續期。根據法律，個社工就要將 AJ 交俾社區服務部。就係咁 Katoomba 嘅社區服務部地區主任 John Borovnik 就收到呢一單 case 個 file 啦。佢打電話同醫院一個職員通話嘅時候，電話對面嗰人就話 Kelly 喺96年9月，即係3年前去過醫院做檢查，當時佢係有咗 BB 嘅。John 就覺得好古怪啦，因為個 file 入邊明明話 BB 5號係佢第一個 BB， 點解佢3年之前會有咗咧？咁佢就繼續查，發現 Kelly 曾經喺96年9月12號生咗 Tegan 去咗邊咧？可以重溫一下有幾多個 BB 係生咗出嚟啊？ BB 1、2號係落咗嘅，同阿初戀男朋友落咗。佢同 Duncan date 嘅時候生咗 BB 3號同4號。3號俾人領養咗，4號唔知去咗邊。佢俾人踢爆咧，就係因為而家 BB 5號要安排領養，啲人 check 嘅時候就發現，咦，4號去咗邊咧？Tegan 係4號。咁因為佢哋唔知 Tegan 去咗邊啦，咁啊 John 就打電話去領養部門，對方就問佢96年出世嗰個，你係咪講緊95年出世個 B 啊？咁啊 John 又呆咗呆啦，佢話咩 BB 啊？咁佢先知道原來 BB 3號 TR 先係 Kelly 第一個生咗出嚟嘅 BB， 而且俾人領養咗。至於 Tegan 領養部門係完全冇記錄嘅，但係醫院就有記錄佢出過世。Kelly 喺99年9月13號簽咗 BB 5號 AJ 嘅領養文件之後，阿 John 同社工分別打電話想問 Kelly 一啲有關 Tegan 嘅資料，但係 Kelly 2次都唔認有 Tegan 呢個 BB 嘅存在嘅。咁你醫院都有記錄噶嘛？你冇得唔認噶噃？係啦，幾日之後 Kelly fax 咗份文件俾 Virginia 個社工，承認自己一共生過3個 B。Tegan 即係 BB 4號同一個住喺 Perth 嘅家庭一齊生活緊。呢個家庭係佢生 B 冇耐之前識嘅，但係佢又提供唔到嗰個家庭啲資料。呢啲大話梗係冇人信啦。99年11月4號，阿 John 向警方通報 Tegan 失咗蹤。Katoomba 警方似乎係覺得好嚴重嘅呢件事，幾乎係即刻向 Manly 警方 send 咗個備忘錄，叫佢哋快啲跟進，唔見咗個 BB 好大鑊。不過 Manly 警方佢哋冇派到一個高級警官直接咁介入呢單 case，
因為同一個時間佢哋個警局捲入咗貪污嘅醜聞，成間警局一鑊粥，所以冇人得閒。Okay. 直到01年2月14號先至真係有警察聯絡 Kelly 做第一次 interview。距離個社區服務部將單案轉介俾警方已經過咗15個月噶啦。呢個時候 Kelly 已經搬離開咗父母屋企，喺01年4月生咗佢第6個 BB。又繼續有好多 BB。其實佢知道自己咁易舐嘢又唔想要，佢可唔可以做好少少啲避孕嘅措施咧？ Spoiler， 呢個係最後一個 BB 啦。哦，咁呢一次咧係一個女仔嚟嘅，同埋今次呢個 BB 係由佢親自撫養啦，即係佢冇放棄佢啦。最少表面上親朋戚友覺得佢係一個充滿愛心嘅媽咪嚟嘅，但係大家都以為 BB6號係佢第一個 BB。由於冇任何 Tegan 嘅 DNA 樣本，所以一直冇辦法證明 Duncan 即係嗰個戴綠帽嘅男朋友係唔係 Tegan 嘅生父。喺警方 interview Kelly 嘅時候，佢就話自己同 Duncan 拍拖嘅時候，曾經同一個叫 Andrew Morris 嘅男士有過一段短暫出軌嘅關係。佢喺當年9月12號生咗 Tegan， 14號帶咗佢出院。Kelly 話 Tegan 一出院，自己就將佢交咗俾 Andrew， 因為 Andrew 先係 Tegan 嘅生父。佢話咧，我本身係唔想交 Tegan 俾佢嘅，即係我都好掙扎嘅。但係因為我冇能力自己養個 BB， 我帶唔到佢翻屋企，所以我就做咗呢個決定。根據 Kelly 所講，佢同 Tegan 出院嗰陣 ，Andrew 係嚟接佢哋出院嘅。3個人落到去醫院大堂，即係有個好似 lobby 咁嘅嘢俾人坐喺度休息嘅。Andrew 嘅另一個女伴阿 Mel 同埋 Andrew 嘅媽咪已經喺嗰度等緊佢哋啦。佢哋3個就接走咗 Tegan。佢同 Andrew 已經斷咗聯噶啦。Andrew 話只會喺 Tegan 有緊急事嗰陣先至聯絡佢嘅，即係平時冇事冇幹我就唔會特登揾你。跟住因為 Manly 警方嗰邊啲人改朝換代，成個調查開始加快。03年5月嘅時候，警方再次盤問 Kelly， 問佢有冇殺咗 Tegan。Kelly 係好激動咁話我冇殺過我嘅 BB 咁樣嘅。但係佢改口表示自己喺醫院停車場將 Tegan 交俾佢嘅生父 Andrew Norris， 唔係 Andrew Morris 啦，寫錯字啊，定係記錯咗啲大話？警方就覺得可能因為我哋2次 interview 隔得太耐 ，Kelly 唔記得咗自己講咗啲咩大話，所以講錯咗個姓。Kelly 表示佢喺95年9月尾10月頭喺 Town Hall Hotel 識呢位 Andrew Morris Norris 嘅，唔知佢叫 Morris 定 Morris or Norris 係啦。當時呢位 Andrew Morris Norris 仲有2-3個朋友喺周圍，其中一個人個綽號叫做 Dipper。嗰晚佢跟咗 Andrew 翻屋企，然後就保持咗幾個月嘅出軌關係，即係又唔係一個好長時間嘅關係，但係都唔短啦。警察話 OK， 咁你話你跟咗佢翻屋企嘛？你帶我哋去 Andrew 屋企。Kelly 真係帶咗警察去 Andrew 棟大廈嘅，但係大廈嘅住客冇一個話知道有一個叫 Andrew Morris Norris 嘅人住喺嗰度。喺95年12月20號之前嘅官方租賃記錄已經係被銷毀咗噶啦，咁所以查唔翻佢懷孕嗰期嘅租賃記錄。個 documentary 揾到 Kelly 聲稱 Andrew 住嘅單位喺95年12月，當時已經係第二個人住啦。咁個租客咧就話我係95年12月先至住入去嘅，我唔識之前上一手嘅租客 ，which is fair。我租屋我都唔會知上一手係邊個嚟嘅。但係呢個 assumption 係嗰個所謂生父嘅真名係叫 Andrew Morris 或者 Norris， 同埋佢係用呢一個名去簽租約。有人話有見過佢哋大廈啲信件係有寫俾 Andrew Morris 嘅。個 documentary 嘅記者仲揾到一個住客話見過 Kelly 喺嗰棟大廈度出入，因為嗰個住客係成日會夜晚整車，我唔知點解要夜晚整車啦吓，會見到 Kelly 好夜先走嘅，即係見過佢好多次嘅，有時係夜到凌晨1點，佢見到佢嘅次數係令到呢一個住客以為 Kelly 係長期喺度住嘅。又咁有緣成日都會見到嘅，佢成日夜晚整車噶，我覺得好搞笑。點解你唔朝頭早整咧？要夜晚半夜冇人嘅時候整？但佢嘅車係喺邊啊？喺停車場啊嘛，係嘛？佢係嗰啲室外停車場嚟嘅。哦，即係喺個大廈可能樓下個空地就係個停車場啦，咁樣。所以就好容易一望落去就見到佢啦。
但係呢個住客就話 Kelly 應該見唔到佢，因為佢就踎喺個車嗰度整車，係佢見到 Kelly 喺啲有光嘅地方行過，所以佢見到佢認得佢。OK， 無論警方點樣查，都揾唔到證據證明96年9月14號下晝究竟發生過咩事。佢哋根據醫院嘅記錄，知道 Tegan 係一個健康嘅 BB 女。Kelly 生完之後有失血過多嘅問題，但係經過治療之後基本上係冇咩事嘅。喺 Tegan 出世嘅2日之後，有一個實習社工同 Kelly 跟進過，社工覺得佢嘅狀態同一般啱啱生完嘅媽咪係冇分別嘅。14號嗰時，因為 Kelly 同 Tegan 嘅情況穩定，醫生批咗佢哋出院。Kelly 帶 BB 出院之後，係頭先講咗自己一個人翻去 Fairlight 父母屋企，大概係3點鐘到達，然後就同 Duncan 去咗朋友嘅婚禮啦。雖然 Kelly 表現得好正常，但亦都有人作供，覺得 Kelly 嗰晚係比佢平時靜好多嘅，同埋佢最後係丟低咗 Duncan 自己一個提早走咗嘅。早期嘅報道就話 Manny 警方係所謂犯咗一個錯誤，佢哋初時以為 Kelly 係下晝2點離開 Auburn Hospital 佢生嗰間醫院，由醫院揸車翻 Fairlight 一般都會超過1個鐘嘅，因為媽咪證實佢係3點鐘翻到屋企。如果佢2點鐘先至離開醫院，根本就唔夠時間翻到屋企，係一個 impossible 嘅 timeline。後來再查嘅時候，警方就話其實佢喺中午12點之前已經離開咗醫院噶啦。死因研訊喺05年6月展開，佢哋初以為係2點先走，3點翻到屋企嘛。嗰個不可能嘅時間線令到成件案件好似好神秘咁啊，更加吸引啲媒體嘅注意。因為後來查到話 Kelly 係正午之前已經同 Tegan 出咗院，警方嗰邊認為出院到 Kelly 翻到屋企中間其實隔咗3個鐘，佢係有足夠嘅時間殺人棄屍。辯方就覺得 Tegan 係真係交咗俾生父 Andrew Morris Norris。Kelly 就話若果 Andrew 冇出現啦，即係冇接走 Tegan，佢完全可以好似 BB 4號咁樣將 Tegan 安排俾人領養。佢係唔需要殺咗自己個女嘅，咁又好似係，因為佢之後 BB 5號佢都安排俾人領養啫嘛。咁係咪就係有啲原因安排唔到領養，或者有啲意外咁樣，所以死咗咧？唔知噶嘛都。但係佢已經 go through 過一次嗰個流程，佢應該係知道要做啲咩噶嘛。但係佢嗰刻就冇揀到安排領養啊嘛，咁就佢自己攞咗個 BB 嘅。係啦，所以佢就係話，如果我真係想唔要佢啊，我完全係可以揀領養。哦，咁點解我要自己拎走，然後要殺咗佢咁？係啦，咩好似 make sense 喎，係咪？04年2月嘅時候 ，Kelly 同咗佢未婚夫結婚，呢位老公嘅身份係冇公開到嘅。喺嗰個死因研訊開始之前，個官其實有 offer 咗個 deal 俾 Kelly， 話如果你坦白講 Tegan 嘅下落，即使你做咗啲可怕嘅事，例如係棄屍，只要你唔係謀殺佢，我都可以判你冇罪，只要你提供嘅線索就得啦。Kelly 係冇剔到個 deal 嘅，佢堅持自己係冇傷害過 Tegan， 堅持係俾咗爸爸嘅。係啦，佢堅持俾咗 Andrew Norris Morris 嘅。Kelly 一直以嚟都話自己之所以做出佢嗰啲神奇嘅行為，即係唔話俾人聽佢有咗自己生咗個仔俾人領養嗰啲行為咧，係因為佢好驚佢父母同朋友會有啲咩反應。佢話若果人哋知道咗 Tegan 嘅事，就冇人會再理佢，佢會孤零零一個。因為佢父母都係要求比較高同埋好嚴厲嘅。Kelly 覺得若果爸爸媽媽知道咗 Tegan 嘅事，佢哋係唔會理解 Andrew 嗰 part 嘅，亦都唔會俾佢湊呢個 BB。所以佢就直接唔講啦。佢亦都表示自己每次有咗都覺得好孤立無援同埋冇選擇嘅。Again， 我都唔明點解佢唔避孕避得好啲。即係如果你以為自己認真避孕仍然咁容易中招，咁你不如去同醫生傾下，你嗰個方法係咪有問題？你一早就有得揀啦，其實即係 I mean， 你可以做足安全措施，係或者叫個男士做咯，係咪？係咯。咁個死因研訊由05年6月一直進行到06年嘅2月15號。喺呢段時間，警方做咗好多次呼籲，請任何知道 Tegan 或者 Andrew Morris Norris 下落嘅人主動提供線索。結果係冇任何人出現嘅。佢哋查咗澳洲9000間學校嘅記錄，都揾唔到有 Tegan 呢一個女仔。因為 Kelly 喺 Tegan 出世幾個月之後，先至有手提電話。
警察係冇法子用佢嘅通話記錄去查 Andrew Morris Norris 呢個人嘅。Kelly 話佢最後係喺97年1月或者2月嘅時候同 Andrew 同埋阿 Mel 即係個女伴通過話，但係警方竟然覺得嗰啲記錄係冇關係，冇查到冇 keep 到嗰啲記錄。到個 documentary 問嘅時候咧，因為已經過咗太多年啦，嗰個記錄已經因為太舊被燒毀咗，所以而家已經查唔翻噶啦。當時 Kelly 對 Andrew 嘅 description 就話佢係一個大概5尺10寸高、身形健碩嘅金髮白人男士嚟嘅。警方由頭到尾都係用個名 Andrew Morris 或者 Andrew Norris 去揾人，係從來都冇叫過 Kelly 做一個拼圖出嚟嘅。Pace Checkout is offered by your banks and credit unions. So when you shop online at participating merchants, your cards appear in one place, ready to use and kept up to date. And the best part, your actual card number isn't shared when you check out, because boundaries are healthy, like no work emails after 6. One small step for boundaries, one big leap for checkout. Pace. It checks out. Activation required. See pace.com to learn more.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y. If data management is slowing down your business, you need the Intuit ERP. If one entity is here, and one here, and one here, and one here, you need the Intuit ERP. If scaling your business feels like starting over, you need the Intuit ERP. Intuit Enterprise Suite is the AI-native ERP solution that consolidates, migrates, and automates, all in one place. Learn more at intuit.com/ERP. OK， 不過算啦，有時啲拼圖都好似流流地。個 documentary 最終揾咗個專家去個監獄度幫 Kelly 做拼圖，因為專家就自稱佢平時係好叻分辨對方係唔係老作緊一塊面出嚟嘅。佢好 sure Kelly 係冇老作嘅，因為佢係由頭到尾都好清晰、好堅定佢要揀啲乜嘢。佢 at least 係描述緊一個真人，即係嗰個人係唔係 Andrew Morris Norris 就唔知啊，但係佢諗嗰塊面係一個真人嘅面嚟嘅，唔係啲 AI 面。係啦，documentary 同時揾咗另一個心理學家去幫 Kelly 做評估。呢位心理學家話 Kelly 嘅成長環境好嚴厲，佢好習慣將啲負面情緒抑壓咗喺心底，因為佢屋企係唔鼓勵你 share 一啲負面嘅情緒好嘅嘢，我真係慘。係啦。同埋佢15歲嘅時候俾人誘姦 date rape 咗佢，嗰次係佢第一次發生性行為，所以對佢影響好大。但係個心理學家就話 Kelly 對自己小朋友係有感情嘅，雖然由佢嘅歷史睇佢係會放棄個撫養權啦，即係安排領養，但係咧佢係唔 fit 會殺自己小朋友嘅 profile 嘅。不過呢個心理學家話每一次 Kelly 提到 Andrew Morris Norris 嘅時候，佢講嘅所有嘢都會變得好表面，身體語言好似話俾佢聽佢係講緊大話咁樣，或者收埋咗啲秘密。所以 Andrew Morris Norris 呢個有可能係一個假名嚟嘅。當記者直接問 Kelly 嗰陣，佢話我已經講晒我知嘅嘢俾你聽，但係有可能 Andrew 係俾咗個假名我嘅。Kelly 有個朋友叫 Natalie， 大家記住 Natalie 啊，佢就話其實喺95年夏天嗰陣，佢親耳聽到 Kelly 話自己係同緊一個叫 Andrew 嘅男士出軌，所以佢唔係話單嘢俾人踢爆咗，佢臨時作一個 Andrew 出嚟，佢係真係喺有咗 Tegan 嗰個時期，佢已經同個朋友講我係同緊一個叫 Andrew 嘅男士搞埋一齊嘅，而且係唔止一次，係發生咗好多次關係嘅。大家記住 Natalie 先，因為陣間會再提佢嘅。好多人都想知 Kelly 嘅屋企人同朋友到底點面對佢呢啲咁震驚嘅秘密生活咧？ Kelly 嘅父母喺佢坦白自己曾經生過3個仔嘅時候，係冇追問過佢任何細節嘅，即係佢講咗俾佢聽啊，其實我以前生過3個小朋友嘅，咁佢哋兩公婆就就冇問問題嘅，which 我覺得好奇怪。OK， 喺死因研訊，爸爸 Robert 話佢回頭睇，佢自己都覺得好震驚，點解我完全冇發現到異樣？佢覺得自己係有啲蠢嘅。如果當年佢知道 Kelly 有咗，佢係會支持個女生嘅。不過 Kelly 係未必知道佢咁樣諗。Kelly 嗰時嘅老公喺聆訊度話，佢哋係冇討論過案情嘅細節嘅，因為佢覺得討論呢件事對佢哋嘅婚姻係冇正面嘅影響。佢對佢哋婚姻關係覺得好 comfortable， 好安心嘅，所以佢唔需要去了解佢嗰啲過往。佢係好驚有啲衝突啊！
或者可能好驚有啲嘢係佢接受唔到，我覺得佢喺度逃避咯，只係個老公同對父母都好神奇。係 Kelly 嘅哥哥 Morgan Ling 亦都選擇相信個妹嘅，因為佢見到妹妹作為 BB 6號嘅媽咪咧係做得非常好，同埋佢話我作為阿哥，我識咗佢成世，我係好信得過佢嘅人。但我想話，但係你發現佢隱瞞你，佢有肉唔似喎。係咯，你仲憑咩信佢？而佢啲朋友亦都全部一致相信佢喎。咪咁講真，呢啲例如如果我係佢朋友或者佢屋企人喺冇實質證據嘅情況底下，我都係選擇 positive 地相信佢嘅，支持佢嘅。我哋嚟個假設，如果我而家同你講，我其實之前有咗5次，落咗2次仔，生咗3個 B， 但我一路都冇同你講。即係你會相信我冇殺到第4個 B 噶咁咯？我相信啊，真的嗎？係啊，咁因為你而家都話咗俾我聽，你都話咗俾我聽，你係其實你之前瞞住咗我生咗咯。咁當然你睇下你係咪咁 hea 話俾我聽啦，定係你真係好誠懇咁話俾我聽。好 casual 啊嘛，你唔知啊，但係我之前落咗2次仔，生咗3個 B。哦，係咩？咁嗰個咧，你有冇殺咗其中一個？我唔會咁懷疑你先，即係我唔會第一下就問你有冇殺咗嗰個。但係你可能會問，咁剩翻嗰個咧？係我會問嘅，係去邊啊？你話送咗俾一個老豆咯，咁我都唔會質疑你噶啦，無啦啦。Okay. 但我覺得 Andrew Morris Norris 呢下係有啲實嘅。唔係，如果作為普通人啊，你譬如話係啊陳大文嘅，咁我邊個嚟噶？冇啊，你唔識噶啦，咁啊算噶啦，我唔會追問係咪真係有陳大文呢個人噶，我又唔會。你有冇證明俾我睇？係有陳大文，有冇相啊？但係咁佢作為警察，佢查唔到就可能會懷疑嘅。我呢啲星斗市民就唔會諗咁多啦。個 friend 話係咪係咯？但係你作為個朋友，你已經知道我呢單嘢爆到上去俾警察查咯，你都唔會覺得哇係咪有咧咁咧？我唔會啊。多謝你信任我。係咪？我可能內心會有少少，但係我覺得我懷疑你都冇用，我又唔係要查，咁我只能夠信任你嘅咋。好啊，多謝你嘅信任。咁雖然成件事冇好實質嘅證據，但係最後裁定 Tegan Ling 係已經死亡。Kelly 聽到呢個裁決嗰陣，佢係喺爸爸嘅懷抱入邊痛哭嘅。揭發成件事嗰個阿 John 就話，其實係冇足夠證據提出話係 Kelly 殺咗 Tegan 嘅。個死因裁判官話要將所有文件交俾兇殺組做進一步嘅評估，咁如果有需要咧，就展開進一步嘅調查。喺06年8月，警方正式將呢單嘢當做殺人案咁查。其實有難度嘅，因為由頭到尾都冇出現過 Tegan 嘅屍體。佢最後一次俾人見到已經係佢出世2日嘅時候。係咯，我覺得你判佢死咗都有啲搞笑喎。係啊，你冇人證冇物證，所有成個 case 係 based on Kelly 係一個會講大話嘅女人，咁於是我就係咁砌佢啦。都幾搞笑。佢哋搜查咗 Duncan 嘅屋企，因為嗰陣 Kelly 成日去佢屋企嘛，咁所以我哋就查咗佢屋企，係查到連啲牆都 scan 埋嘅，咁都揾唔到 Tegan 嘅屍體。警察同時監聽咗 Kelly 嘅電話。因為佢嗰陣佢哋掘嘅Duncan間屋，佢其中一個電話就話咪由得佢哋掘咯，咁樣笑咗出嚟嘅。咁佢把聲係好有自信嘅。我聽到呢個 clip 嘅時候，我有少少覺得，佢又好似有少少 evil 咁。除咗嗰個嘢之外咧，佢平時嘅表現係，你會覺得佢係一個好媽咪咯，好奇怪㗎佢。警方驗咗 TR 同 TJ 嘅 DNA， 即係 BB 3號同5號，確認到爸爸嘅身份嘅。法庭頒令係唔會公開爹哋係邊個。據講嗰2個爹哋知道有小朋友嘅時候都係十分震驚嘅，所以估計可能未必係Duncan咁嘅咯。08年11月查咗2年之後，警察都冇法子揾到 Kelly 殺人嘅證據。我哋 send 咗單 case 去檢察官嗰度話，你覺得應唔應該告佢咧？因為其實我哋覺得唔係好夠證據嘅。但係喺09年11月，檢察官正式起訴 Kelly 謀殺 Tegan。所有佢啲親朋戚友都唔信 Kelly 會殺自己個女嘅。10年8月，單案終於開審，嗰時 Kelly 已經35歲。個檢察官自己都話，佢所有嘅論點都係放喺點解件事會發生，而唔係件事點樣發生上面，因為冇人知道嗰啲細節啊。我覺得好難查，同埋好難審呢單嘢。控方嘅理論係2000年奧運係第一屆將女子水球列入正式奧運比賽項目。嗰時 Kelly 係好渴望自己可以做到國家代表隊參賽，
有一個 BB 對一個運動員嘅生涯嚟講係一個阻礙嚟嘅，所以佢就搣咗 Tegan。但係無論教練同朋友都話完全冇聽過 Kelly 話想做國家代表喎。若果你想做國家代表，你係除咗訓練之外，你所有嘢都要停頓嘅，即係你要用120分嘅努力去達成呢一個目標。但係 Kelly 係完全冇停頓任何嘢，佢係 party 照去，男朋友照 date。教練話雖然佢係有天分，但係佢唔係國家隊個水平咯。佢自己都知道唔會入到國家隊，所以呢個唔係一個好嘅論點咯。OK， 澳洲嘅司法系統係控方第一日會 present 一個 opening 啦，嗰個 opening 就會講晒佢之後要 present 嘅證據，所有佢講嘅嘢一定要係 fact， 一定要係事實嚟嘅，係唔可以係憑空想象嘅。即係唔可以假設啲嘢跟住 present 俾你聽，係唔可以嘅。喺控方嚟講，檢察官喺第一日個 opening 講咗一個叫做 Olympic Park Disposal 嘅理論，咪話佢出院到翻屋企有一個3個鐘嘅 window， 因為個3個鐘時間緊迫 ，Kelly 走咗去個奧運會場嘅建築場地，因為嗰陣未起完啦，96年嘅時候喺個建築場地嗰度埋咗屍，然後再翻屋企。但係咧呢一個理論係冇證據支持，最尾個法官話係唔適當咁提出嚟，檢察官係撤回咗呢個理論。就因為佢撤回咗呢個理論 ，Kelly 當時有機會申請終止成個聆訊。但係佢同爸爸講，我係無辜嘅，我想了結咗呢件事，我想還我自己一個清白，所以佢就決定繼續俾呢單案審落去。OK， 即係審到佢判佢無罪㗎嘛？係啦，佢想證明俾大家睇，我係清白嘅。檢察官都幾得意㗎，即係佢都幾唔 pro，佢可以好似我同你或者即係網上嗰啲或者啲冗員咁樣，自己喺度諗啲有一個 theory 係咁樣，但係真係憑空諗㗎。其實佢嗰個 theory 唔係個檢察官諗嘅，個 theory 係揭發呢件事某個阿 John 嘅。即係嗰個社區服務部嗰個人諗嘅，佢諗完之後同個檢察官講咗話，有可能係咁，個檢察官就直接攞咗佢個 theory 擺落佢嗰個 opening 度。咁個檢察官都戇居居啦，檢察官如果你聽我哋吹水奇緣，咁你有即係作到天花龍鳳噶咯，可以。嗰個檢察官係星級檢察官嚟噶，佢係嗰啲好勁，即係打10單贏9單嗰啲嚟噶。之前唔係話嗰個 Manly 嘅警方搞錯咗時間線，所以有個2點鐘到3點鐘嗰個不可能嘅時間線嘅。個 documentary 嘅記者再查，發現原來護士寫嗰個手寫記錄係話 Kelly 同 Tegan 係真係2點鐘出院，而嗰個護士最初作供話，我唔記得邊個係 Kelly，因為佢太普通，所以佢根本係冇印象。佢既然對呢個人冇印象，咁佢就唔會特別記得佢啲出院時間啊嗰啲嘢啦。唔知點解咧？喺5年之後，同一位護士突然間對 Kelly 好有印象。佢話我記得佢，我記得我行入個病房嘅時候，佢對腳咧仲對住個病房出面㗎。5年前嘅嘢係啦，突然間好記得啲細節。佢話佢其實咧係11點至2點之間出咗院。搞笑，你記得咁清楚，然後又11點至2點，都幾大範圍。嗰個12點至3點嗰3個鐘嘅 timeline 咧，係基於呢一個護士嘅改咗口供嗰樣嘢嘅。有幾可信咧？就係一個問號。如果佢係2點先出院，佢3點鐘翻到去屋企嘅話咧，佢唔夠時間殺 B 埋 C 嘅。當年 Kelly 嘅主診醫生話，根據佢睇翻護士手寫嗰份 note， 佢覺得 Kelly 係2點之後走嘅，因為通常個流程係佢 check 咗個 B。知道佢係健康啦，咁佢就會話俾護士聽，BB 好健康，出得院啦。護士寫好份 notes， 先至再同個病人講話你出得院啦。所以嗰份 notes 係寫喺佢出院之前嘅。個記者同個檢察官講翻嘅時候，個檢察官就話唔係，個護士係2點鐘寫份 notes， 但係 Kelly 同 Tegan 已經喺之前出咗院啦。咁呢樣嘢係口同鼻拗，因為你只係得個手寫 notes， 點講都得噶啦。咁個護士自己可唔可以作證啊？個護士唔肯接受訪問。佢最後嘅口供就係話係11點至2點。控方喺個 case 進行嗰陣仲繼續揾 Andrew Morris Norris 同埋 Tegan 嘅，冇話停止搜查嘅。最後佢哋真係揾到一個 Andrew Morris， 但係呢位 Andrew 只係同 Kelly 發生過1次嘅性行為，係喺個沙灘度打咗場野戰。Andrew 話自己係冇做安全措施，
佢其實唔係好 sure 佢個對手係咪 Kelly 嚟噶。佢只係純粹覺得呢個女仔好面善，而警方提供 Kelly 嘅背景資料同佢嗰位野戰嘅對手又好吻合，所以佢覺得應該係 Kelly 咁解啫，但係佢唔係好 sure 嘅。呢位 Andrew Morris 係有去到法庭等出庭作供，但係最後被通知話唔使理啦。原因好似係佢哋一個叫 witness swap 嘅東西啦，就係控方同辯方交換條件。我唔叫 Andrew 出場，你唔叫95年聽過 Kelly 提佢同 Andrew 出軌嗰個朋友 Natalie 出嚟，大家打個和，大家各自少一個證人啦。交換條件，所以佢哋兩個都冇出庭嘅。咁無聊嘅呢個交換條件，咁你令到有啲真相可能會唔知喎。係啊，你覺得嗰個證人對你好損害，佢又覺得呢個證人對我好大殺傷力，兩邊一齊唔俾，咁個陪審團咪冇個 full picture 咯。即係你係為咗純粹打贏，你都唔係為咗個真相出現，係啊。問翻 Kelly 嘅時候 ，Kelly 就話佢從來冇見過呢個 Andrew Morris 嘅，係唔識佢嘅。嗰個野戰對手係咪真係佢咧 ？I don't know。就算係都未必記得啦 ，Kelly。我唔知，因為咧佢個朋友啊 Natalie 話 Kelly 係成日有啲出軌嘅行為，但係 Kelly 每一次就算出軌啦，佢都係會同嗰人 keep 一段時間嘅關係，唔會即係 one night stand 咁樣嘅。陪審團喺商討咗8日之後，都冇法子達成一致嘅裁決。最後喺法官嘅指示之下，陪審團獲准作出11-1嘅大多數裁決，即係唔使12個人一致啦，11個人同意就 OK。佢被判罪名成立，要坐18年。點解嘅？係啊，咁佢試過上訴，但係失敗。因為澳洲有樣嘢叫做 Nobody No Parole， 係一個法例嚟嘅。個前提咧就係你配合調查，你就可以假釋。但係因為 Kelly 由頭到尾都話自己係無辜，佢冇幫警方揾到 Tegan 嘅 body， 所以 Kelly 喺2024年即係2年前啦，3月22號申請假釋嘅時候就被拒，估計佢要坐到2028年12月12號先會放翻出嚟啦。至於佢嘅 BB 3號同5號 TR 同 AJ 喺被領養之後，似乎已經過住啲正常嘅生活。之前咪話 Kelly 結咗婚嘅，佢已經同嗰個老公離咗婚。喺審訊期間，佢又識咗另一個 long term 嘅男朋友 Patrick Cogan。兩個人即使 Kelly 坐住監，佢哋仍然係 keep 住一個 long term relationship， 到而家都冇分到手嘅。呢個就係今日嘅故事啦。點解咁樣都可以入罪嘅？我唔知。但係你諗下，佢係11-1，所以即係11個人都覺得佢有罪。咩事啊？喂，乜唔係咩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嘅咩？係啊，完全相反呢件事。其實我傾向覺得佢冇做，我都覺得佢嗰句話，我將個 BB 交俾人領養咪得咯，即係我又已經領養過一次啦。我覺得呢個 point 係好有 point。係啊，同埋最主要係你都冇證據，我覺得佢真係有可能係俾咗人領養。我睇唔到有咩，即係你搵唔到嗰個人，唔代表係假，即係我睇唔到有咩破綻。我覺得有可能 Andrew 帶咗 Tegan 去海外，咁你咪查唔到有呢個 BB 咯。係啊，係咪？人海茫茫，你搵唔到有幾奇啫？咁你搵唔到你就可以咁噶啦。佢話俾你聽，佢改咗 BB 個名叫 Tegan 啫，你點知 Andrew 會唔會幫佢改第二個名啫？係啊，同埋你點知阿 Andrew 係咪假名啫？可能係啲花花公子噶嘛，我亂咁用啲假名啦。係，因為我覺得有啲微妙嘅，但係啦，佢而家就仲坐緊監咯。如果我喺個陪審團嗰度，我應該會投佢冇罪咯。我係嗰一票。疑點利益係歸於被告噶嘛？你都冇證據證明係佢去殺咗。但係有好多嘢，例如話個時間線嗰啲係冇上庭講噶，即係庭上面嗰個時間線係12點到3點個時間線。可能嗰啲係有啲影響咯。但係就算係，我覺得都唔係一啲好有力嘅證據咯。咁個陪審團又冇聽到，原來佢95年已經有同其他朋友提過有 Andrew 呢個人，佢哋嘅資訊就係佢可能係被踢爆咗之後臨時作一個 Andrew 出嚟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啲你都係靠估啫，佢空白咗嗰幾粒鐘啊，我當真係好多粒鐘啦。嗰好多粒鐘，你唔可以亂咁吹就話佢殺咗佢噶。你嗰幾粒鐘你都可以係就係俾咗 Andrew 咯，攞咗佢。係啊，咁個機率唔係一樣啫咩？你點解要覺得佢嗰幾粒鐘係攞咗去殺 B 埋 B 咧？而唔諗下係咪真係俾咗人咧？佢成個 case 就係建基於佢係一個大話精，所以佢所有嘢都唔可信啊嘛。佢完全冇其他證據噶，佢有咩證據都完全冇。嗱，你根據佢講大話，佢講大話係大話啲咩咧？大話 BB 嘅爸爸啦，大話有冇生過 B 啦，
係啦，我只會推算佢講大話都係講呢啲大話咯，又冇顯示佢有傷害佢其他小朋友嘅傾向，即係佢另外嗰兩個 B 佢都好好地咁俾人領養嘅。係咯，咁點解你會覺得 BB 4號突然間覺得好啦，我殺咗佢啦咁咧？係啊，同埋佢之前啲大話係冇殺傷力噶嘛，即係咯，唔 involve 一啲 violence 其他人咯，係咯，係咯，佢可能只係好驚咁，或者是但寫個名咁樣啫。係啊，超級唔 make sense。有啲團體係覺得佢係無辜嘅，有努力幫佢上訴嗰啲，但係都係失敗。哦，真係慘。到你咧，生活小奇緣。by the way， 上次個生活小奇緣，好多人個重點唔係個西瓜爆咗，而係呢個我唔知嗰個波個名叫做西瓜波。有個波咧就好似西瓜咁嘅咧，咪就係西瓜波咯。唔係，大家講完嗰個嘢叫西瓜波，我就覺得係，嗰個係叫西瓜波。我唔知，我唔知佢叫西瓜波。我知，但係唔記得咗嘅。咁講開西瓜波，就講一個西瓜波嘅生活小奇緣啦。呢個小奇緣係游泳完，我老爺輕輕力由10幾樓窗口放生咗條蟲。即係上次嗰個，我記得，跟住沖咗啲蟲落去個廁所嘛，話佢哋會閉氣噶嘛。係佢又有啲小奇緣啊！佢話想回應西瓜爆炸事件嘅。佢話當年咧，我讀大學嘅時候咧，非常中意趁屋企人瞓晒覺，半夜自己一個做 paper 或者煲劇。有一晚半夜，我聽到屋企突然發出嘣一聲，好似小型爆炸咁。我第一個反應係覺得有電器爆炸，非常之驚，叫醒咗媽咪啦。兩個人半夜3更一齊喺屋企揾爆炸嘅源頭，揾過屋企所有大型小型嘅電器同埋電子產品咧，都冇留意到有爆炸嘅跡象噃。媽媽就話算啦，而我咧仲係有少少驚疑神疑鬼嘅，不過我都冇辦法啦。後來咧呢件事就不了了之，又過咗一排，我開始坐喺房度，成日都聞到一陣臭味，又唔係長期臭，亦都唔算好臭，但係久唔久咧就飄嚟一陣嘅臭味，唔識點樣形容一陣味啦，你當好似係放屁咁啦，無端端有啲屁味飄過嚟 ，OK， 但係咧又唔知源頭喎，咁唔知點解我又覺得算啦，咁又不了了之。最後有一次，我因為想揾一樣嘢，打開咗一段時間冇用嘅手袋，一打開，大驚失色，入面只能夠用一片狼藉嚟形容，而且非常之臭。係咩嚟嘅咧？然後我先醒起，上一次用呢個手袋嘅時候咧，我係去咗睇戲嘅，買咗一支懶係高級健康嘅鮮榨西瓜汁，點知睇完場戲淨係飲咗幾啖，心諗唔好浪費，帶翻屋企飲埋佢。結果咧就冇咗件事，而呢個手袋連埋支西瓜汁咧，亦都俾我收埋咗，冇再用到。結果鮮榨嘅西瓜汁喺膠樽不斷發酵同埋膨脹，就爆炸啦。係啦，有一日半夜，膠樽終於承受唔住，爆炸咗，就好似你個西瓜嗰個殼咁樣爆炸咗。另一個樽蓋圓形嘅部分爆開咗，有坑紋嗰個圈咧就繼續留喺嗰個樽身上面。點知咁都冇人發現，於是發酵嘅西瓜汁漏咗出嚟，開始散發臭味。我仲要係因為揾一樣完全唔相關嘅嘢，先至咁啱發現到。by the way， 我覺得西瓜嗰啲汁如果臭嘅話係好臭嘅。但係我想問，我嗰個西瓜爆咧，佢係入邊已經發酵到變晒，全部都係水啦，跟住佢爆咗之後，嗰啲液體係冇味嘅，咁好係唔臭嘅。That's why 我第一個反應，我冇諗到佢係西瓜汁咯，冇味嘅完全。因為我曾經試過切咗啲西瓜帶出街食，咁食完噶啦，咁但係個盒咧冇洗到，咁可能有少少汁喺裏面啦。咁我夜晚帶翻去嘅時候，一打開個盒已經覺得都幾臭下咯，好芳香啊嘛，好臭啊！哇，臭得咁快，咁係咯，我就覺得西瓜汁的確係幾臭嘅，如果要臭，唔知咧，我嗰個冇臭咯，我都幾慶幸，因為佢爆到我成個地下都係，如果佢臭，我應該會好傷心。係咧。呢個故事話俾大家聽，西瓜係一樣中意爆嘅東西，無論係一整個定係變咗液體，佢都係會爆嘅。佢係咪因為水分多咧？當佢有嘢嘅時候，嗰啲氣體亦都會好勁。應該係糖分高啊嘛，因為發酵。係咩？糖分高？我唔知啊。總之佢係因為發酵所以先會爆咯。OK， 好啊。好啦，你有冇預告啊？暫時未有。好啊，多謝請我哋飲咖啡，大家記得訂閱、review 同埋 share。我哋嘅 social handle 係 Waterblowing Mysteries， 大家可以加入 TG Group 同埋透過 Google Form 提供你想聽嘅 case 或者生活小奇緣。多謝支持，下一集再見，拜拜。